各位馬迷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阿 Ken。聽日搏殺場次就揀咗頭場亂局嘅場口5班1,800米，間睇香港精神，而且馬真係跑咗好多季，間仲喺度。一頂頭大熱5.1獨人2.3位置，次熱就轉咗潘頓啦，阿金德兒5.3獨人2.2位置，兩隻有叮當馬頭緊嘅。咁另外去到第三熱已經去到9點幾倍啦，有兩隻半熱，另外有成5、6隻10倍，另外都係冷門啦。證明呢一場馬咧非常之均勢，因為半冷門，我覺得佢今季有贏過，然後唔知點解今次仲更加好分，所以其實我覺得都幾值得搏。咁到底有邊一隻半冷呢？一陣再同大家講啦。聽日六環賽有多寶隻六寶獎呢，單肉仲有成800萬咁多，又難度非常之高啦。聽日好多場都係出12隻以上，大家即係要動高堂班諗多啲啦。好啦，一如既往先同大家講呢個搏殺場次，後邊再同大家講到有咩騎師王、練馬師王值得買。有一個騎師王咧，其實我覺得間睇佢有10倍左右，不過聽日手馬咧確實係仲靚過阿潘頓，反正我覺得佢仲幾值得搏添。咁我練馬師有個都成20幾倍，哇都冇人諗到噶啦，咁我都覺得可以一試嘅。咁後邊再同大家介紹下啦。講翻場搏殺場次先，咁啊都俾些貼士大家，兩熱同埋兩隻嘅半冷。睇下隻熱門，我會揀翻11號嘅金德兒。金德兒上一次咧就係阿何銘年去騎嘅，可以俾翻片俾大家睇。咁啊，黃衫黃帽白袖一隻，貼喺中間位置。入到直路啦，依得到俾人隻海豚手封住咗，但係後面有啲急啦，咁要攞條邊出嚟，點樣跌都跌埋，咁啊呢度有啲漏爆嘅。好啦，佢要齋推啦，不過其實嗰個馬嘅份確實都幾唔錯，因為又都係俾人封住咗，但係一少少嘅位咧，一撲上嚟，即係成隻馬唔同晒，咁啊好可惜啦，最噏上噏落得個第4翻嚟。今次就當然換就何銘年啦，騎成咁樣，換咗阿大師傅潘頓上去，理論上跟翻上一次嘅跑法咧，都係差唔多噶啦。只要佢可以跟得上你啲5566嘅位置嘅，聽日應該嗰個穩定嘅機率都好大下。所以如果你話金德兒嚟講咧，我覺得聽日咧首先要揀翻住先。當然啦，呢一場我都覺得太混亂啦，所以就唔揀膽。好啦，第二隻咧就係揀翻7號嘅香港精神，呢隻老馬嚟，哇，真係場年年都搏。今季仲未開過齋喎，其實已經沉咗2季啦，講係3班落嚟添嘅。苗禮德，哇，即係都唔知幾耐之前，跟到葉楚學，都係仲可以 keep 得到少少，都係冇以前咁犀利啦。上一次叫做田泰安打莊咁樣打14檔，翻到嚟都追翻個第3翻嚟咧，其實證明呢隻馬真係個韌力好足夠。同埋大家睇到喺呢個400米處話，其實最其前面呢黃金風速好遠，同埋喺中間穿上嚟啦，最後可以撲到第3咧，即係確實係我覺得隻馬係夠忠心，而且咧真係食經驗。聽日就揾阿田泰安繼續 keep 翻住，今次又好多啦，個檔位3檔，可以就跟翻上前少少嘅位置，但呢啲馬1,800以上都冇問題嘅。今季跑過沙田1,800都可以跑到第4翻嚟，亦都係阿田泰安騎嘅，所以經驗嚟講咧，即係都夠晒啊，而且都好合拍下添。所以呢隻馬咧，我覺得聽日大家亦都可以互穿翻住。我覺得呢場咧就買 win 嚟講，我覺得買冷少少更加之好。所以啲馬啱啱嗰2隻熱門係互穿算啦。咁另外2隻半熱都唔揀。永勝金區就今季交代咗啦，跑呢個沙田2000啊，可以緊贏到段馬頭位。不過一加咗磅之後咧，就開始有啲難度啦。
前一次連影都冇，上一次都叫我撲翻個第四翻嚟，但我呢啲馬咧實在太被動，一直都以為喺後邊，咁又翻到嚟，可能黃金福足帶順咗啦，其他馬其實都唔算話好追得。其實話永勝金區佢可能都唔係話走勢太好，即係其他馬咧即係有啲褪，所以佢先可以追翻個第四。呢啲馬太過被動，所以我感覺上咧先放一放佢先啦。另外貝貝龍都唔揀啦。貝貝龍嘅上一次1400，唔知點解要直接挑戰1800，話完全係兩個即係難度嚟嘅，根本就。佢之前上一次跑1400，其實都跑得幾唔錯，喺一個熱碟二嘅位置，其實成程都係食形勢，但翻到嚟都係叫力弱，唔係好明點解要加程加個1800。我覺得如果你話跑翻夠跑1400、1600都還可以接受，但係上1800咧實在太難度太高，唔明點解一仲有一啲嘅暗飛去幫佢。我覺得呢啲都係試下先啦，等隻馬可能熟悉下1800呢啲嘅腳法，然後先再諗啦。去到半膽馬啦，第一隻就想揀翻3號嘅皮具大師，淨係呢一場嘅標題馬。呢個嘅皮具大師今季贏咗2場，贏得非常之輕鬆。雖然係谷草1800同埋2200，但係呢隻馬其實沙田1800咧，其實我覺得佢係理論上係應付到嘅。我之前跑呢個沙田1600都係跑緊第二，咁啊2000米嚟講都唔係話輸好遠，所以呢啲馬咧即係轉翻嚟沙田跑，其實我覺得都係 OK 嘅。咁啊上一次跑呢個2000米就跑第6，其實嗰場咧即係成程都蝕，俾人頂咗出去3、4碟。但係翻到嚟嘅佢走勢都好唔錯，即係可以追到個第6咧。其實如果以一個嘅位置嚟講，即係可能蝕3、4個馬位。如果嗰次際遇好啲嚟講咧，即係分鐘3甲，甚至咧可能跑到 Q 都唔出奇。因為今次14檔確實係難啲噶啦，但係呢隻馬咧，跟住其實跑慣外檔，成日都抽中外檔嘅。咁又20檔亦都可以贏到兩有1/4馬位出嚟，咁又好明顯聽日可能係後邊啦，嗰一段佢爆俾你睇。所以我覺得譬如大師咧去到呢個分我覺得都仲有氣手嘅。同埋呢隻馬都係淘汰邊緣18分，鏟到上嚟34分，我覺得仲有機會再夠鏟翻上去。所以聽日譬如大師係大家值得買 win 買 pay 能互穿翻都要嘅。我諗啊第4隻啦，就想搏下10號嘅同寶寶。同寶寶呢隻馬咧，亦都係非常之難贏。雖然佢嘅表現係一直都 keep 得住，咁啊而且近排嘅狀態亦都係幾唔錯。雖然唔係話入到3甲，但係近排都可以即係輸唔係好遠。咁啊上一次呢個潘頓咧就跑第6啦，佢係想試下中段發力，但係呢個中段發力實在即係又唔係中段，即係又唔係話可以直接去即係鏟上去，咁啊留咗喺3碟，點知俾人頂咗出去，咁就當然啦，呢啲咁嘅策略一失敗就即刻輸俾你睇嘅啦。好啦，同寶寶如果聽日唔中段發力，留翻喺後邊再把一段，我覺得其實嗰個威脅性都幾大，因為之前谷數1800亦都係後邊把一段俾你睇，幾隻馬係中意後邊把一段，未必話真係適合中段發力。所以聽日如果即係改翻個跑法，用翻以前嗰種咧，其實我覺得即係都有啲贏面嘅呢一隻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呢啲馬跑沙田1800就未跑過嘅，但係講真啦，佢1600都可以跑到，都唔係輸好遠。咁又沙田嚟講咧，其實我覺得都冇乜問題嘅，所以我覺得都可以大家試一試買 win 買 pay，互穿翻都 OK。另外啲半膽都唔揀啦，烈火駿馬就極度失望啦，唔明點解上次輸63個馬位，話諗住隻馬咪不良於行，點知唔係嘅啫，好彩嘅，但係表現難以接受，咁啊動作有啲疑慮，轉彎已經係急褪嘅啦。
咁啊，隻馬係咪即係有啲心態上嘅問題咧？又今次先知啊，雖然試日就係唔錯，但係翻正賽嚟講先真真正正見到嘅，咁啊都係唔揀住啦。上次咪你今季又交代咗啦，但係交代完之後個表現咧都唔算話太好，尤其是近排咧連輸4仗都即係叫影都冇。我上次2200都唔明點解，即係隻馬冇乜鬥心嘅，同我哋即係季初睇嗰啲完全都唔一樣。可能今季咧就係咁，即係俾佢放下分先啦。咁啊，下季再嚟都冇問題嘅。另外嘅唔係另外嘅碧海藍天都更加失望啦。哇！即係16場連續輸晒，喺蔡約翰嚟講咧，即係呢隻馬真係相對失色好多。雖然有時又會用一段俾你睇，但係未有威脅性，威脅到三甲嘅。呢啲馬我覺得要再近啦，然後再諗啦。另外武林至尊都唔揀啦，啲馬係幾難騎嘅，即係湯姆森雖然係騎得唔係太好，今次換下黃志宏係有得減磅，但啲馬係惰性都幾強噶嘛，即係而且操縱能力要高啲先可以控制到，即係可能要阿潘頓啊、田泰安啊嗰類嗰啲先得。咁又覺得黃志宏就真係減磅，就我覺得唔算話太大優勢啊，控制力亦都唔算話特別強。我覺得要再等下先啦呢隻。另外，希一生都唔揀啦。咁呢隻馬就係淘汰邊緣啦。咁又可能呢2個禮拜都要跑啦，救翻隻馬。但係我覺得佢呢隻馬係比較中意泥地多啲嘅。你揀要去跑呢個沙田1800咧，雖然係2000係跑咗第2翻嚟，但係我覺得都唔算話真係太正宗路程，而且即係評磅員話都幾狠喎，即係都見佢都冇乜成績啦，直接係咁2分咁減，即係分咗今季都真係要搏下最後嗰1-2次賽事，可能即係下次谷草即係再搏多一次，然後再最後個賽馬日又搏多一次咁樣，我睇呢隻馬留唔留到啦，我覺得即係暫時嚟講。即係都感覺係難少少，咁啊，聽日我覺得都係比較偏啲啦，咁都唔揀住先。好啦，咁啊，聽日嘅 tips 推介重複一次啦，就唔簡單啦，就揾3號嘅皮具大師，7號嘅香港精神，10號金德兒，同埋咧10號嘅同寶湖村，馬 win pay 咧全部都試下3同10，馬二重彩福膽咧就可以試下1拖另外3隻，但呢成年還是用咗啲。嗰啲4隻互村就算啦。中意你初三搏殺組朋友咧，記得撳訂製訂我哋嘅頻道。如果你對呢場有任何睇法，喺下邊留言嘅。咁你覺得邊一隻馬別有機會贏，入邊有機會爆冷咧？又不妨同喺下邊留言，同大家去交流下都 OK 嘅。我為咗特值改馬迷支持日本基礎投注攻略，俾大家睇睇。有興趣朋友就喺影片描述欄嘅連結咧，免費下載。計攻略夠上一線有線上課程，入邊有啲行算正公式點樣推導出嚟，同埋一啲3T 學嘅數據。咁啊，簡易制式可以令到你咧更加減壓更加之快，而且係可以套用喺任何彩池上面，就包括啲固定嘅彩池啊，或者呢個變化彩池。其實如果你即係有呢個制式，唔使幾分鐘跑到一場馬啦。當然啦，亦都可以咧排呢個海外賽事都係冇問題嘅。所有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去影片描述欄嘅連結咧，去我哋 Waco 時候或者網站咧去報名參加。事不宜遲，大家聽日嘅騎師王練馬師王，先講練馬師王先。練馬師王我翻嚟想聽日搏一搏其他，因為聽日賽約翰手馬咧，我覺得唔係話太過穩陣，即係古東尼都係，即係好多嘅變化數據。雖然其他睇落去就好似冇一邊個特別出，但有時你睇下姚本輝手咁下，或者丁冠豪啊、伍鵬志啊呢啲，其實都唔算話太差嘅。你話你22倍，即係搏佢可能28分封王，即係有時就係咁噶啦。即係其他呢啲，即係大家都估極都估唔到。再咧，聽日咧，即係我試下啦，跑呢個21號嘅其他。好啦，去到練馬師王啦，潘頓亦都獨大，不過1.7就話你聽唔算話太穩。我反而中意黃志宏咁樣，好少支持呢個新制。
聽日除咗武林至尊係唔係話太過睇好之外，其他嗰啲即係嗰啲熱門馬啊、英雄號碼啊、關鍵所在啊、超易運呢啲，其實都好有殺着機會嘅。中間亦都有陸小鳳等等嘅馬。佢聽日黃志宏分鐘就兩 win 幾個 pace，分鐘都係殺到潘頓。我覺得比呢個黃志宏近排嗰個手感都唔錯，即係雖然你話佢騎功係有啲瑕疵，但係即係近排手風順，有時贏到你都唔信。再試下阿宏仔啦，今次都咁啊！聽日嘅 tips 就咁多啦，咁啊祝各位聽日贏多啲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